哥林多後書第9章，關係救濟耶路撒冷聖徒嘅事，我唔是寫信嘅本耳朵，我對耳朵親熱心，想愛進行，就對馬其頓人誇獎耳朵，我講亞該亞嘅信徒，去年就準備咯，耳朵嘅熱心感動千多人，兩下我派幾個兄弟去。希望耳朵像我所講嘅，做到將捐款準備好勢，本耳朵在這件事上對耳朵嘅稱讚唔會落空。萬一有馬其頓人同我衝下去，發現耳朵還未準備好，耳朵會請減少，因為耳朵特信用耳朵，唔是耳朵講，耳朵當然也會請減少，所以我認為需要鼓勵這幾個兄弟先去耳朵嘅位，耳朵所答應嘅捐款，要先輸出，在我去到以前準備好勢，按樣做得表示耳朵係甘心樂意拿出來嘅，唔係出於勉強。要記得咯，少種嘅少數，多種嘅多數，特啥要照自家嘅心意落捐，唔好唔盼得，也唔好勉強，因為上帝說甘心樂意奉獻嘅人，上帝能將各樣嘅恩惠豐豐富富賜本耳朵，使耳朵唔單槍凡事充足，還有能力去行各樣嘅善事，像聖經所講，佢慷慨救濟窮苦人，佢嘅仁義永遠長存。賜種子本為種嘅，又賜食物本人食嘅上帝，一定會將耳朵所需要嘅種子賜本耳朵，又使其狀態，使耳朵結更加多仁義嘅果子。佢會本耳朵樣樣富足，隨時有能力大方幫助人。本多多人因為對耳朵嘅事接受到耳朵嘅禮物來感謝上帝，因為耳朵嘅窮極唔單槍補足嘅到信徒嘅需要，也使多多人一發感謝上帝。這件慈善嘅工作證明耳朵信服基督，對所高拍嘅福音忠心，也對基督老眾人大大方方來分享。因為按樣千多人會歸榮光本上帝，基督也會因為上帝將這極大嘅恩典賜本耳朵，更加想念耳朵，常常為耳朵祈禱。我哋愛感謝上帝，因為佢嘅恩典講唔清。